台中市食安处公布，台糖猪肉片有3百种。卫生福利部的处长王必胜是伫面册铺文指出讲，因一开始就发现讲检验的结果接近极端值，有可能是实验的误差造成的。也毋过伊嘛强调讲，毋是咧否定台中市的做法，也毋过应该爱个斟酌。有食安学者嘛是有同款的看法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肯定食安人员，嘛质疑中央讲到底是人民重要，还是讲厂商的利益重要？卫福部处长王必胜，然后凌晨伫脸书发文提出5大质疑，表示检验结果排除系统性的问题，而验出的结果接近极端值，加上西布特罗是真罕见而且真贵的3百种，应该思考是毋是实验室事件的可能性。大家可以再做事可以再细致一点，好，再思考再全面一点，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属于比较不常见的状况。有争议的事情，还是应该多请专业的人士讨论之后再处理。王必胜嘛指出，台中市府同一包肉验了22处，不过结果数字差别真大，虽然只有公布部分的数字，而且无甲中央来讨论，最好会使佫较有路，嘛坦言这次的事件是中央甲地方的危机，应该小心来处理。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，然后伫市政会议当中强调，有几份证据就讲几分话。以厂商的利益为主，而不考虑到人民的权益，我感到瞠目结舌。到底是人民重要，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？罗秀燕表示，对着食安人口较严，嘛袂使放松，呼吁政府应该公正的监督，唔通介入，嘛得挺台中的食安人员。而这批检体，台中市食安处伫6号进行复检，卫福部嘛派员前往了解检验流程，上紧7号就有结果。另外一部分检体，嘛一定伫前一天3号4号4来复检。有食安学者认为，台中市检验结果差距真大，应该更加谨慎。那五花肉一定固定的在哪些地方嘛？而且它的已经包装成同一个样品了。那照理讲，它的那个差距应该是这是很微量的嘛。这件风波继续的延烧，行政院长陈建仁然后伫受访的时阵表示，这件事件应该公开证据论述，希望各界唔通多做一切来黑白讲话，民众嘛应该理性，唔通恐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